水民要安怎谈判来结束这个战争？我是新闻台视同朋友。 2021年停止营运的香港媒体立场新闻，昨因为传播发布煽动刊物罪，前总编辑将派权互人判刑21个月。也那前署理总编辑林兆东因为判被减刑，互人释放。 表情震动来到原来法院，已经停止营运的香港网络媒体立场新闻前总编辑张派权，加前署理总编辑林兆东，日日到法院接受宣判量刑。因伫顶个月和法院裁定，暂无发布煽动刊物罪名成立。法院宣判张派权判21个月，林兆东是因为得到免疫系统疾病，判会当即时释放，唔免监禁。 I feel sorry for John Pui-Koon's sentencing. He is starting point of the imprisonment near the maximum penalty for 24 months. He had got 23 months imprisonment, but luckily that he had 3 months deduction because the case have been last so long. 法院判刑了，张派权是法监执行。伊伫咧2021年被逮捕，已经拘留349天，差不多11半个月，后壁还有9个半月刑期。立场新闻的母公司也被罚5000港币。立场新闻是香港1997年主权移转中国了，已经和法院判煽动罪成立的媒體機構。呢個劇變嘅情況，而係好難接受咯，尤其是係。 好多我哋一直相信，回歸之後有嘅言論啦、新聞啦，所有嘅人權自由好似都一下子被限制咗咯。自從2020年港版國安法實施之後，香港已經有幾間媒體關閉。立場新聞因為公開支持民主，2021年被大批警察突擊搜查，年底就被關閉。 一共7位員工被抓，這件案件引起國際社會關心，加西方國家的譴責。根據無國界記者評估的新聞自由指數，在過去20年來，香港的新聞自由排名從第18名爬到第135名。不過，香港當局講，港版國安法一個今年所通過維護國家安全條例，並無限制媒體報道事實的自由。公視新聞鄭偉林、老范編譯。 今仔日國際也有啥物大代誌，咱做伙來看。